星日中國遊重磅推出第3季演唱會，帶你哋聽懷舊金曲，一邊聽歌一邊有活動環節玩，仲有現場抽獎環節，絕對唔好錯過。係今次行程，我哋準備咗豐富海鮮宴俾大家。你睇下呢個薑蔥蟹幾野味。睇完演唱會，我哋就帶大家返酒店休息。酒店環境超驚喜，每一位都係有一扇海景房間。朝早可以坐喺陽台嘆翻杯咖啡，簡直一流。會員仲可以免費升級大床房，依家報團參加仲免費送一支千里追風油。咁興趣嘅朋友快啲嚟諮詢啦！7月1號到9月30號期間，我哋星日中國遊推出重磅福利，只要完成任何一個行程，並且到線下門市黃大仙新光中心258A 首次下載本公司 S， 即可以領取50蚊現金，必須本人到場，唔可以代領。如果對行程感興趣，就快啲嚟 WhatsApp 揾我哋報名啦，同埋記得 Like、Share、訂閱我哋嘅頻道。下次見。